咱今日關心講高雄鳳山15尾暗暝下班的時間車長濟，結果有民眾騎奧多擺後壁是拖一大堆的鐵仔，腳踏板佫放一支正長的鐵條，四周圍的車是攏閃甲遠遠，就驚伊講啊會發生危險。警方已經投訂車主來告案，依照這個道交法，上懸會當罰到600塊。15尾暗暝下班時間，高雄鳳山5+1路的車長濟，奧多擺一台接一台過，煞向一台奧多擺4顆連燈攏無車，大家看到伊攏閃真遠，因為伊的奧多擺毋但後壁拖一大堆的鐵仔，頭前的腳踏板佫換一支超過100公斤長的鐵條，有民眾無注意到要騎過，差一點仔就互鐵條卡到，實在真危險。像這種，我們都是摩托車，一定會在他們後面，都不會騎在他們的左右兩邊，不可能，因為他如果不穩的話，就是會對我們很危險。很危險啊！可是人家要賣錢吶。哎呀，他彈簧床的那個鐵絲對。民眾講，因為5+路甲南京路口遮有一間古物商，親像這款用奧多擺拖歹鐵仔回收物來賣，為民定拄快着。咱實際佇路口看，短短半點鐘的時間，就有5、6台，有鐵馬嘛有奧多擺，甚至佫有4輪的電動車，逐台車攏載甲大包細包，有的塔比規人懸，就連車牌嘛砸甲攏無快。警方講，這款行為會影響行車安全，會按照道交法開單處罰。機車負載人物或物品未依規定之規定，可處新台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。警方提醒，機車載運物品應妥善固定，避免拖曳、散落或影響行車安全。古物商頭家講，迄堆鐵仔攏總20外公斤，會當賣100外塊。警方表示，已經按照車牌號碼通知車主到案，會照規定開罰單，上懸會當罰600塊。毋盲行為人會當謹慎，毋通閣安尼做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場報道。